各位万声里的里民大家好，这是万声里长办公室，我是王来。我是任务，大家一定会足好闲的，啥啦？咱伫即个奇怪的时间呢，竟然有 upload 一集，因为呢，今仔日即个2月21是即个世界母语日，所以里长想讲吼，咱即个来做即个台语的节目嘛，定定讲到即个母语的保存的议题。咱有讲过 Provence、Brittany、Wales 含即个巴塞隆纳。嘛有请过即个伫海外教囡仔华语以外的母语即个面册即个社团的即个团长来分享。所以呢，想讲趁即个时阵呢，就来经验分享一下，嘛算是一个重点整理啦。因为我定定听到人会甲我讲，你台语足好诶呢，也是讲恁查某囝台语足好诶，足好哦。我拢无法度啥物诶，毋过我感觉讲，我拢会甲因讲，你其实加练习就会变好。因为像我虽然讲是细汉时阵伫即个菜市仔大汉，毋过我永远是一个都市囡仔，所以我即马讲诶台语可能有5成以上是我细汉诶时阵袂晓讲诶。这我有，这我有发觉着，就是咱迄当阵当时时阵诶，感觉你诶台语无法度甲我咩讲啊？对话，袂当系对，袂当无法度甲我对话。毋过就是开始是毋知影，当时开始了，我感觉哇，你诶台语变够好诶。吼，对啊，所以我就是一个大汉了，甲台语学转来即个例啊。对啊，而且你看我熟悉嘛是咱熟悉时阵，我已经得要30岁安尼。对啊，所以现在就是一个大汉了后，才甲台语学转来，而且咱是伫英国的时阵甲台语学转来。对，系啊，所以我就想讲，咱今仔日会当做一集，因为我感觉咱伫英国算是即个母语资源诚少的人。所以这今仔日做即集呢，就是一个好平大人教家己也是囡仔讲台语的即个大补贴。若是讲英语，就是 How to learn 台语 for dummies。对，我无想要承认咯。意思毋是讲咱是 dummies， 意思讲咱迄种甲整理好势啊，伊家己就摕去抄就好啊。华语讲懒人包，懒人包。好，所以来头一件代志是啥呢？就是大家呢，若是甲即个咱的即个第6季的第9集摕出来复习，就是啥？就是决心。你爱先有心要学，就会晓。找资源啊，找环境啊。即马遮的资源和环境其实已经比5年前加足济啊。这后壁会讲到。毋过我想要加讲一个，就是爱有意识。虽然我伫路边定看其他的阿公阿嬷拢讲吼，囡仔若要巧，就爱讲台语。嘛会其他的家长解说啥物因素吼，phonics 啊，佫会摕阮查某囝做扛棒安尼。毋过其实我讲转来，我台语的上重要的理由呢，就是这是一个语言的转型正义。真的。而且呢，对啊，这是这个转型正义是我个人我日常都会当做会到的。对，而且呢，这嘛非常需要大家人做伙，所有人做伙，一丝丝安尼去累积这个母语优先的这个环境。对，好，讲转来这个方法吼，即马这个大补贴要开始啊吼，都无论你是要家己要学，还是要教囡仔，你这个做大人的吼，拢是爱学的。所以呢，先讲这个家己学的这个部分啊。头一个呢，就是你会当摕这个你学英文的迄套来用，就是听说读写拢爱照顾着。就是听说读写啦。逐个学英文吼，学到遮认真吼，总算是有一寡物件会当摕来用。
吼，这个英文的本格爸爸种就是拢离袂开这个听说读写，其实台语嘛是共款，听堪讲呢，有足侪人已经会晓就是有基础，毋过呢，你若是有捌去试咧用母语来讲家己专业，甚至呢，敢若是去讲你家己一工的即个行程呢，可能有足侪人就会发现讲，哎呀，无可能完全无用华语，甚至呢，足歹的无拍格的。毋过这是足正常的。第一呢，就是真有可能即个语言你使用的即个frequency 无够悬。第二呢，就是你的即个单词量无够。学语言呢，练的是一个 muscle memory。你真正会晓的物件，你就小可较练者，迄个感觉就掠会转来。所以呢，你爱解决即两个问题，就爱先知影，爱会当输出，就爱先爱有够量的即个输入，吼。爱会晓讲呢，就爱听够济；爱会晓写呢，就爱你的即个读的量就爱有够大，吼。所以我想讲即个读的部分呢，其实即个线顶的资源实在即马已经真济啊！即个 podcast 含即个公司的节目吼，拢足济啊。podcast 除了咱以外嘛，我嘛推荐对，推荐即个台湾人、台湾事啦，讲一寡即个台湾的历史的，嘿，再来是即个阿特开讲，亚特聊聊天，吼，伊是即个宜兰腔的 podcast，过来呢是阿凯之声，吼，伊是用陆家腔来讲一寡个文学，吼，含一寡音乐的物件。公司台语来家己嘛有出 podcast，甲伊流行音乐的呢，会当听即个大量有大量。若是想要知影一寡天文的物件要安怎讲，会当听逐工100天文图。我家己是不时会去听迄个做工的人台语讲工作室，因为内容我感觉较济，就有一寡有诶无诶，我实在未蒙透记讲因到底是啥物款诶方向一个 podcast，毋过因诶用诶词呢，拢就有研究诶，所以呢，因足适合摕来吸收即个单词啦，就是增加你诶即个 vocabulary。若囡仔诶，阮查某囝若介意听即个台语话腔量，台语囡仔歌，耳仔这讲故事杂菜羹。等，讲袂离，足济，真正。我感觉你其实嘛会当伫 YouTube 找着足济像咱细汉伫看的台语剧，所以我就会去 YouTube 找一寡像迄游丽花歌戏啊，还是以前的一寡节目啊，拢会当。就是因为即款物件，虽然讲，因为迄当阵的政府是伫。甲咱的语言慢慢消失掉嘛，毋过伊暂时来比，甲以前来比的话，迄当阵的台语的物件嘛是佫较济，所以我感觉 YouTube 嘛是一个最好的平台，你去找你细汉看过的物件，足济拢是台语的。对。最近有一个面册袂重要，伊拢咧整理迄个，毋知是毋是阿东，伊拢会整理迄个。较早迄个亲情卖计较内底的台语，对，我感觉内底足济词诶，拢已经足久无听过。真诶，伊嘛佫会去看迄个上有名诶，就是文英阿姨，有足济对，对，迄种足赞诶。足济俗语啊，什物即款，咱已经足久无听过诶，伊佫甲找出来，我感觉这是。对咱要学台语的人做有帮助诶。对，真正诶，对啊。就是加听，像咱以前做咱以前迄个高中诶，高中咧学英文，是毋是逐工拢爱听迄个讲 Let's talk in English， 空中英语教室即款诶。对啊，系啊，就是逐工迄个。对，一工半点钟啊，对啊，是安那咱无法度
一天背出半点钟互咱的母语，对毋对？对，对啊。煞来呢，就是来讲即个读的部分啊。读的部分其实较歹推荐，因为我是真正就建议讲，你若未上过课，随去台湾博览会即个面册卖种也来去看有最近咧开的即个线顶课程无？因为因拢是每3个月差不多拢会开新的课。迄老师拢是上赞的，而且拢是线顶，足侪线顶的，所以无论你是即个地球的啥物所在，拢会当上。甚至呢，你去找迄个罗马字协会的老师呢，去直接一个对一个安尼教教。好济哦！你嘛是会使。对，我进前就是先找罗马字协会的老师，今仔直接甲我教，上紧3点钟，上班12点钟，一定会读，会晓读。毋是12点钟，歹势12节课，安尼是24点钟，歹势。对，安尼就一定会晓读。毋过我这要讲的就是讲呢，这个课是教到你会晓读，就是你以英文做例，就是你 A to Z 你会晓看，你到做伙你会读。毋过呢，这个读的速度嘛是爱看你读。读偌济，你读愈济，你就会看愈紧。比如讲，你看迄拄啊开始学汉字、看报泡咩国校囡仔，因咧读册呢，可能嘛是一个字爱看3-5秒钟。毋过你即马已经30几岁、20几岁，你咧读，无定着3-5秒钟，已经看规段拢看了啊。对，这就是这就是你这个累积的这个能力。我感觉想要建议若是有迄个台湾博览会伫听咱的 podcast， 我希望讲就是伊个线顶的课程有会当回顾影片的功能，因为受咱伫国外爱配合台湾的时间，通常毋是伫上班，就是伫遮囡仔的路龄。我之前想要报名，就是拢会，因为我算是 part time 的，拢爱照排班，所以对，所以时间拢对袂着。我进前学线顶的时阵是老师拢会录影，所以拢会当拢去看。对。对啊。毋过我嘛是想要请即个台语界的高人吼，去了叫啥下校哦，有一个线顶的迄个专门咧开课的，叫下校。HAHOW， 当去遐开一个课，互逐个会当去遐报名。所以这是咱对，这就是建议啊。因为我之前有报名加西米哦。毋过拢是礼拜，就是伫拜六拜六时啊。我就是爱上班，无就是要甲爱带囡仔出去，所以有当时迄时间拢对袂着。对啊。我感觉你若会向迄个读英文的，这学台了拢足紧的会当上手啊，就是对，当开始伫读会当累积你读的能力，是我就是安尼。对。我进前头一届去学的时阵啊，我去找罗马字协会的老师甲我教，伊就讲吼，阮这会晓英文的人其实是足好，因为大部分的人会惊即个罗马字呢，第一就是因为因会惊 ABC， 毋过会晓读英文的人呢，就较袂惊，所以对，所以其实呢是真。像咱遮少年人，即马逐个英文程度拢介好，其实呢，这要学这个罗马字拢足紧的。系啊。对。而且我阁发觉讲我学会晓这个台语的罗马字了后呢，我去看客语的罗马字嘛要学白撇的。真好呢。1减2个，蒙哪2西口。真的。对啊。对啊。毋过逐个嘛莫想讲吼，你一世人也无要写台文，所以毋免学。因为拄仔讲你的单词量爱够，就需要靠即个字典。即马即个线顶呢有这找台语、爱台语，含即个学院。你若无去学即个罗马字呢，你
查了嘛是无法度完全足准的甲念出来，而且你嘛较歹记啊。我毋知逐个啊，因为我是看我看即个字写落来，我较好背诶人。嘿，所以呢，你学晓即个读罗马字，其实对你的听含讲嘛是足有帮助诶。对。好。咱即摆若准讲你已经上过课啊，煞来要去倒位练习读呢？头一个我感觉上简单诶，就是去 follow 一寡即个台文诶即个美种页，为遐先开始练习。煞来你会当进步，甲会当看册、看杂志诶时阵呢，比如讲台文网报啦、台文正线，这拢是老牌诶杂志。无呢，最近逐档拢有出版足侪台文册，嘛会当投资1、2本啊。我有嘛有朋友是先买囡仔册来读，安尼嘛是会使。台文册要倒位找呢？逐个看会当找李江曲那基金会出诚侪诚赞诶册，尤其是囡仔册我拢是大概出拢先买起来，才讲先写停啊，先黑贴黑贴。啥会？我毋知这其实选某一个台语诶词会当讲，就是俗语即款呢。好，即拍新过。对，好观众倒歌。对，所以就跳的，所以若准讲。毋过，若准讲你真正是想要认真要练，我诚推荐逐个当去参加即个线顶的读册会。即个你若去看即个台文博览会，各是台文博览会，真正是足赞的一个美种呀！即个所有的线资源拢伫遐，因有一个即个找台语的线顶读册会，就是逐礼拜逐个做伙伫线顶读全白话字的即个册。你毋免家己买册因拢会扫互你，所以你嘛毋免事先准备，你就去就看即个因诶 share screen 嘛，互逐个看，你就对逐个安尼读，有前辈呢会去斗相共，甲你讲你倒位读无对比如讲我家己上食力的就是迄个音调啊，我大概变调拢变毋对。所以我感觉迄线顶读册会足赞诶。对啊，所以你线顶诶资源足侪，你若加听得加看，你单词量就会变大，安尼。而且你诶语感嘛较好掠。真诶。对。煞来就是练习输出。讲诶部分呢，其实会当找厝内人啊。最近嘛有无少即个少年人伫台湾有办即个实体即个开讲诶活动，嘛会当去参加。哇，讲诶就是活动伫台湾。对啊。无就是即个网络顶悬诶即个线顶活动啊，读册会啊。就搁再次推送即个台文博览会，因诶袂种也会当找着相关诶即个资讯。对。最后呢是即个写诶部分先讲即个手机它个输入法先去找拍台语来安装PHATIAGI，甲安装起来就会当开始练习我一开始拢是铺伫家己诶面册我来讲，我大概若是要伫面册铺一篇文，我就一定下骹爱写一段台文诶翻译。逐工写一段细段诶。即马写久其实就会足顺无你嘛是会当伫 Thread 面顶开始铺台文，你就会开始看到足侪即个优字嘛咧写，拢会出现伫你诶即个你诶 Thread 内底。逐个互相读互相写，就会愈来愈进步。对。我呢是我上开始开即个Podcast 诶时阵呢，写一句话就爱写一部句。毋过我逐集拢要求一定爱写一段。连到即马呢，我诶台文拍字速度应该有差不多华语诶即个80%。哇！系啊，对啊，真正变甲足紧诶。系啊。煞来讲着即个
我会晓讲台语我爱安怎来教我的囡仔。其实上重要嘛，上简单的，就是爱互伊环境。是安怎上简单的？其实就是你只要你甲伊对伊讲，伊就会晓讲。毋过这内底其实嘛是有一寡方法。其实呢，这方法你莫想讲这台语我嘛无会学啥物啥物。其实这个教呢，你若用摕去学，逐个上爱学这英文面顶，还是讲伫海外想要教囡仔中文，这拢共一招啦，拢共一招。所以呢，无论你是要教囡仔讲啥物语，你这段拢爱学起来。所以第一呢，若是你的囡仔还袂晓讲话，其实这是上好的时机，这时阵开始对伊讲台语，而且惊啦讲台语。足侪人教囡仔讲英文的时阵因为即摆就时行应该啥物相异拢是就拢会讲Apple 卡迄种即个单数式的即个教法，安尼伊是无可能过当讲常常会当讲规段英文的。因为所以你爱感觉囡仔讲话爱讲完整的句。像我的经验足侪老一辈的即个阿公阿嬷拢足爱用单数的，因为惊即个孙听无。就像我拄则讲的，像讲大讲饭安尼你无输入一个句伊输出就无可能有句。所以你爱规句拢用台语讲完整的句。当然你会当为简单的句开始讲你莫讲食饭无台语话安尼讲啥吃饭无毋免安尼。你就讲你要食饭无？讲咱来食饭就是讲顿诶得讲简单诶慢慢甲叫顿。若有办法呢，会当增加即个句诶即个复杂诶程度。比如讲以英文诶例，你就开始讲迄种because 迄种连接词。英文佫有迄种 which something that something 就是去增加迄个句诶复杂诶程度。第二呢，接触诶时间爱有够长。用顶面迄个听说读一个工具呢，除了逐工日常开讲着用台语之外呢，非常重要，但是常常互放袂记就是阅读，就是阅读啦这个台文册这个出版量呢，最近几年已经足济除了这呢，因为咱伫英国嘛，我嘛会去即个图书馆借册拢是即个英文的毋过我就翻译做台语讲互伊听毋过这需要一寡功力。我一开始呢是借转来，我会先家己伫即个先读一遍，就知影讲伊的故事是安怎行的我就伫即个头脑内底翻译一解，袂晓的字紧并字点因为即个囡仔的故事拢足简单的嘛，所以你知影即个故事的内容单词拢查好，安尼到时你讲故事的时阵呢，就直接翻互伊听。对其实呢，我安尼做了后3个月了后，我就会当逐本摕转来，我就会当直接翻译，无啥需要个查字典哇，这厉害呢！因为就是一直练习，一直练习习惯。而且囡仔的册其实因的词袂遐复杂，而且你真正是就是一个累积以海外家长来讲，我会感觉这有小可辛苦啦。比如讲，我伫台湾的时阵，我若忝我就甲这孙交互阿公阿嬷因为因拢会甲孙讲台语，所以无问题我做我去休困毋过我若伫英国，我走去休困，因就会当行来会当甲阿爸和因 grandma 耍因拢讲英文的嘛就变做我去休困伊嘛减少伊接触台语的时间变做我拢无啥法度休困对毋过这嘛，我感觉这嘛是强迫我甲囡仔着爱开讲而且爱有即个有品质的即个情感的交流我感觉佫有一个真神奇的物件，因为我是一个矮人，你感觉囡仔这拄仔出世就是伊一岁进前嘛袂晓讲话
啊，因为专家拢讲你来看民话讲话，啊，毋过我是一个矮人啊，我看即个囡仔讲话也无反应，我就感觉足介叫诶。啊，而且我看即个囡仔也无熟啊，啊，想要讲啥？我就大概我看伊两个人安尼独处诶时阵，我拢感觉足紧张诶。为什么会紧张？你会紧张？我想我要甲伊讲啥？我要甲伊讲啥？我真紧张诶。哦，对，哦啊，毋过对，呢，对，后来我看阮大家看囡仔讲话，我就发觉讲，其实因拢足诶，毋过因为因是话足高诶人，哦，好，因就是你就发觉讲，你会去爱去足详细去观察你身边诶代志，啥物物件是啥物色诶，啊，啥物物件有几个，有倒位有花，倒位有鸟，倒位有猫，你就开始去注意即款物件。我来看讲，我诶转变就是我就足会晓找物件，看囡仔讲话啊。哇，嘿，对，我感觉我就是一开始就是像你讲诶安尼，就是毋知要敢若安怎甲囡仔对话，所以我是矮人。我一直感觉我是伊。对，虽然系啊，细汉时拢，反正就是你甲因尔嘛，啊，就拢会用台语，啊，若真正变大，就一直放台语歌互伊听。啊，对，我嘛是。对，我细汉就是安尼，伊细汉啊，毋是我细汉啊。有当时喺赛车诶时阵，我想讲即摆是都无人讲话要安怎？我讲赶紧放台语歌，含伊做伙唱。对，就是，第三个好讲个跳台，就是第三个，就是爱把握即个黄金时期，就是专家讲呢，即个7岁进前是最上好诶时期，囡仔互囡仔学语言上好诶时期。毋过呢，你个囡仔若是超过7岁嘛，蛮烦恼，无表示讲7岁以后就学袂晓。比如讲，即摆我有拄着一个朋友诶朋友哦，因兜是讲台语诶。囡仔去学校小学了后呢，伊去选迄个，伊毋是拢有迄个乡土语言课嘛？囡仔去选迄个客语，就是完全袂晓开始学哦，了后就去受训练去参加比赛，两个囡仔会当用客语讲秘密诶。哇！对啊。嘿，因为我记得我细汉就是安尼，我妈妈若是伫外口无想要互知影，伊甲阮讲啥话，会得用客语讲。对啊。虽然阮袂晓讲，毋过就是定定伫听了，阮细汉拢会转去苗栗住嘛，所以久了其实拢普听有安尼。对啊。我感其实逐个拢有能力诶。对。其实逐个若有去听咱访问伫海外教囡仔华语以外诶母语，足长诶命。迄个社团诶团主一集就会知影讲，囡仔诶大脑是会当足活诶，因诶学习诶能力足强诶。你要叫因学偌济语言拢会使。囡仔细汉时阵呢，若会晓足济语言，愈济语言，伊大汉要学其他语言就愈紧。还有若有像我甲恁无共款住伫英语国家诶爸母，伊个囡仔年岁若是较大会晓，会晓讲英语诶，就是看英语，你念安尼足紧诶，迄款囡仔。我有当时若伫网络看着一寡大论文诶时阵，我就会互阮大汉诶念看觅诶。有当时就是一篇足长嘛，我就无想要豆拼啊，我就直接叫伊念互我听。伊念一届，伊念一遍，迄语感就出来，我就知伊伫讲啥物。所以我叫伊念一届了，我就会叫我就看伊讲这是啥物意思顺续教伊台语安尼。这是我暂时诶做法嘿。出名呢。好，佫讲出来呢，第四项就是爱嘛是最后一项，就是爱建立即个环境。其实伫台湾资源足济，即马资源真正已经足济啊，会当去找各地即个母语共学团。其实我看大部分诶县市拢有啊，像咱高雄遮诶，就会逐个会分享即个台语诶活动。
伫咱诶即个共学团内底囡仔团啊，就是比如讲因诶不时会招迄个烘肉啊、乌菜头啊、啥物货，就好耍诶。嘿，啊，足侪县市因诶图书馆嘛有即个母语囡仔课，爱讲故事互囡仔听诶活动。啊，佫有一个是，我毋知别个县市，啊，毋过我知影台南含高雄诶即个长老教会，因诶有迄公报社，因逐个礼拜六诶下早拢有即个台语囡仔课诶活动。嘿，所以其实即摆活动拢足侪，你若是真认真要排吼，排袂煞。啊吼，即个活动是安怎重要呢？你就是因为阮爱互囡仔知影讲，即个语言毋是惊若有伫厝里讲，毋是惊若会当含阿爸较还是阿母讲，伊嘛会当是一个社交诶语言，有诚侪其他诶囡仔嘛会讲，安尼伊就袂甲即个语言呢，甲分类伫咧惊若会当伫含厝内讲诶语言。嘿。啊，另外呢，语言爱好呢，伊接触的即个声音的多元性爱悬，无共腔口，无共年龄层，无共性别背景的即个台语，拢爱去听爱接触啊，安尼即个语言呢，伫囡仔的头脑内底印象，才会是一个使用性足快的即个语言，互伊更加愿意去使用。对，啊，比如讲，对啊，我举一个例就是，逐个咧练习迄个考 IELTS 的时阵啊，迄英语有无？对。然后因拢会去追求讲，你也会晓听，无共国家来的英语。对。啊，佫有，我进前咧学德语的时阵，伊嘛会讲，会用无共的迄个地区的即个腔口，互咱听。虽然我听起是拢无啥物差别。能力伤低，听袂出来。啊，毋过就是拢爱接触无共诶。对啊，啊，最后是我以个人诶经验嘛，就推荐逐个就是自细汉诶看囡仔讲台语，啊，即个华语呢，就留互学校教。因为你住伫即个台湾啊。我讲的这个状况是因为即马学校无咧认真教台语，所以我才讲咱家己来拍拼。因为呢学校一定会接触足侪华语啊，所以你为着要甲即个两个语言接触的比例，互伊用较平均，所以你就是伫厝里讲台语啊，华语留互学校教。对，因为就是即个语言环境呢 ，unfortunately 呢，就是华语。好啊，所以你若一开始佮家己讲台语，安尼两个语言接触的比例就无平均嘛。啊，你等后伊去上幼稚园足紧的哦，伊华语一下就超过啊。啊，你就不如伫即个上课进前，伫即个厝内先拍好即个台语的基底。像我家己是，我伫厝里讲台语含英语嘛，啊，因为我的工课会当remote， 所以我逐冬会转来2-3个月，啊，我就甲伊等入去迄个幼稚园，互伊学中语啊，啊，无几个礼拜就写叫啊，啊，我就省出侪功夫诶。我讲想嘛要安尼，生活智慧王，真的。啊，往来你伫咧带囡仔是家己咧讲母语诶时阵呢，有着啥物困难？我感觉困难哦，就是爱莫挂你另外一半诶看法，也是讲家己会想济，感觉我伫阮翁面头前讲伊毋知影诶语言咧，有正无礼貌。啊，无想阮大汉诶细汉诶时阵，因爸若无伫，我嘛是拢甲伊讲台语啊，互伊听台语歌啊。啊，一开始伫回答诶单词，其实嘛拢台语。啊，我是因为做即集了后，下个我才发现讲，我甲伊较少伫讲台语诶转变是甲我生第二诶时阵，因为着互伊去上幼稚园嘛。啊，伊转来，因为幼稚园诶环境，逐个拢讲英文，啊，伊转来着小可讲英文，啊，我着家己白目，我着用英文回。
我嘛感觉是因为我贫惰，因为我有两个，啊，佮加上我生第二个时阵，阮大家有来厝邻甲我斗相共顾因啊。我迄当时我感觉哦，用英语是上方便的，就是大家拢听有，我毋免佮爱翻译啊，甲爱顾着别人的心情安尼。嘿，对啊，我感觉，我这我完全会当了解。啊，这内底有几个点，第一是恁翁的感受，第二是恁翁仔某之间诶，即个沟通关系到即个讲恁的教养即个囡仔有共步无？啊，第三就是去学校了后，转来拢无讲无语的问题，咱会当一个一个来讨论。其实第一个看第二个，真正是我遇到上大的困难。我是就是翁的问题，我家己是无感觉无礼貌。毕竟出侪英国人竟然会晓讲英文，我感觉因较失礼。真啊！毋过阮翁真正是嘛是定甲我抗议讲，我含囡仔讲的伊听无，伊感觉家己伫厝里就像外人。毋过我感觉毋知我家己的偏见，我感觉是这是英国人的毛病。因为我就感觉讲英国人就伫一个听无的语言的环境内底。毋知是毋是因为因足少有即种状况，因为全世界拢会晓讲英语，逐个拢对因足犹太的，所以因会足惊。因伫即个种，若是因身边有外因，因足惊遐的。嘿，毋过你想看觅哦，伊讲的迄个状况，伊讲家己就像外人，若是台湾人含欧洲人结婚要安怎？法国人讲法语，台湾人讲台语，好。翁仔某之间讲英语，安尼你有你的秘密，我有我的秘密，安尼逐个毋是拢诚公平？真的，嘿，对啊。其实真正伫即个伫海外甲囡仔讲华语之以外的母语，即个社团内底呢有一篇讨论，逐个其实拢讲呢，就是请即个翁呢爱先忍耐一下，因为其实等囡仔3、4岁的时阵呢，伊就会斗相共去翻译啊。嘿，伊就讲，伊就会斗讲拄则阿母讲啥，拄则阿爸讲啥安尼。其实逐个嘛诚建议讲翁婿呢会当做伙学台语，安尼会当听有一寡。就是我学一寡你的语言，你嘛学一寡我的语言。对，我是家己讲了我会翻译互翁婿听，毋过嘛有要求伊去学。我发现讲伊其实伊真正无认真咧学，毋过伊听久嘛，大概嘛是嘛是有小可会知影我的一寡指令是咧讲啥。比如讲我讲食饭、洗身躯、困、讲故事，这会听过。伊听就接听，伊已经知影。伊今仔日甚至呢听有我讲，即喙食了就会当食鸡卵糕。即句伊当听有即句，伊就随会当伊后一句伊就用英语佮去讲共一个指令。对，安尼人两人就共步啊嘛，对毋对？对，嘿。毋过这中真正有一个较碍脚的时期，毋过就是爱坚持落去。就是爱坚持落去，就是爱坚持落去，对，就是就甲经过就好啊。所以毋过我是建议讲，逐个时间莫排伤晏，茫讲10点要到啥物所在，9点半才要出门，两个伫遐，你讲你的，我讲我的，愈一个囡仔愈袂好，安尼会真正会逼。所以就是互家己含对方一个用较侪时间的啦，安尼恁两个会当慢慢啊沟通。第三个嘛是大魔王啊，就是囡仔去上课了后，转来拢无要讲母语的代志。我的解法呢是足目的的，就是我逐冬就是带伊转来台湾几个月啊。伊即摆真正是因为伊英语真正讲足顺啊，所以转来伊就是逐句拢英语。无伊就是会讲我后壁全部用英语。我 go to school today，
对，我讲就是 对，对。我就会甲规句翻译做台语，啊，请伊甲对我讲一解。好，妈咪，阿母，我想要吃 orange， 啊，不是讲阿母，我 want to drink orange juice， 我就讲，请你甲我讲，我想要啉果汁。尤其是伊若想要我爱我手头物件时阵，伊就会乖乖对咧讲。对啊。啊，我是袂甲伊骗讲我袂晓讲英语啦，啊，毋过我是会用正面的方式甲伊讲，我希望你较慢用台语讲话。对，最后就想要补充一下，就是若是你的囡仔还袂晓讲话，你的台语就烂，佮想要甲伊教，其实即马就是你开始学的上好的时机。因为我其实我等于看我进前的影片啊，伊4个月的时阵呢，我还无法度看册直接翻译念互伊听。而且迄当阵真正有足侪物件我毋知台语是啥，比如讲零喙啊，足侪啊，所以我迄当阵我其实拢讲华语较侪。啊，毋过我就是大概迄个时阵吼，我就开始做即个听说读写的即个练习，上简单的册开始编字典，因为伊咧红个时阵，迄个册拢足简单的，毋是拢 cow sheep。chicken 安尼对，啊，就豆豆就卡咪做位学嘛。啊，等后伊即会话要开始学讲话时阵呢，我就已经会当对着伊即个日常的对话。所以有当时嘛是有着一寡事袂晓讲啊。比如讲因即摆去公园，看到啥物树啊、啥物花、啥物虫啊，足侪拢袂晓讲的啊。所以我就会讲，咱做伙来查词典，看这台语要安怎讲。安尼做伙学习，其实嘛袂歹。真的。对啊，最后收尾，我想要甲逐个家长讲，其实我知影讲伫海外饲养囡仔真无简单啊！虽然咱真正是足希望逐个会当甲母语找转来，希望即个台语也是客语，也是咱所有的原住民语拢会当长久久。啊，希望我的囡仔有朋友会当用即个母语开讲。啊，毋过我嘛会当理解讲，毋是逐个人拢有迄个时间含即个去开力去学。所以我只是想要甲大家讲，就是希望用即集互人大家有即个意识，讲咱的即个台湾的即个本土语呢是因为有外力互伊消失去的。对。其实甲即个母语讲转来呢，真正比你想的搁较简单。大家呢一工，比如讲一工看一集的即个公司的节目，嘛是一款投资，大概的即个买物件拢是咧为你的未来投票嘛。所以无论是你去看即个台语的节目啊，还是讲去听台语的节目啊，还是讲去买一个台文册啊，还是讲去分享一寡台语的即个文章啊，拢是即为咱的即个母语的环境来拍拼。甚至讲呢，你若是真正是善食到惊若存钱尔，你就去岛内互即个台语加洗面。还是讲最认真咧做节目的一寡YouTuber 还是 Podcast 安尼。Every little helps。对因为就是语言嘛是一个文化嘛。对因为咱将是就是面对一个国家想要甲咱入侵，甲咱食掉，所以咱甲即个母语找转来，更加去加强咱家己的文化，去了解咱的文化的时阵，咱就较袂去互入侵去，较袂去互食去，无就so简单互洗脑去。我家己是安尼感觉啊。对，就是安尼。对啦。好，安尼今仔日呢，就甲大家分享到遮。大家若是有啥物阮讲到的资源，毋知影咱咧讲对一项，还是讲无需要网链，你就请你私信互咱，阮会甲遮个物件分享互你。遮呢，就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福太平安，甲台语找转来。
土地。油啊清芳过一枝，青菜水果青。内底落水溪，参农民行同齐，拢来坐，烧酒来烘茶。落水溪，请人客，写生气的土地。油啊清芳过一枝，青菜水果青。